社会新闻来看，家己的中部一个23岁少年呢，夜市街倒伫个巷仔头大细声嚷，附近的乡亲是惊甲米伫厝内底拢唔敢出来，警方赶到场甲苦劝，结果这个少年呢，竟然甲刀揩入家己的颔棍，甲警方来对立，所落来这个刀仔举咧乌白花要来抬警察，这警察只好甲喷辣椒水，甲压制送病院。 23岁姓王查甫人手举一支西瓜刀啊，伫巷仔底喊甲大细声，正手佫敢若有着伤伫流血，厝边隔壁惊甲唔敢出门，对经过车佫一直共打。先生，家属惊一条赶紧驶走，警方赶到现场，苦劝伊将刀啊先放落来，伊回头行转去租厝的所在，佫捌用刀啊架伫伊的颔棍仔顶，甲警方伫对呛。我放你出去啦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刀啊轻咧，你摕刀啊，大家足惊的呢。 讲到激动的是，他讲要抬警方只用咸椒水，后来将伊掠掉咧送到病院。好啦，好来是啦，此屋内狭窄，导致员警及往南吸入辣椒水，泪流满面，咳嗽不已。意外发生伫中部乡的中山新村，真侪外来客一般拢无熟悉，对着发生这件举刀啊射大家的案件，大家拢会惊。 伊怎发作安尼尔啦？啊，无是我毋捌看到安尼啦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姓王的查甫人，敢若是怀疑两个阿叔要甲害，最近时常伫厝内喊甲大细声，因为无透露情绪无稳定，互厝边隔壁真烦恼。